全憑你嘅高見同埋輔助，我先至可以坐上呢個位。伴君如伴虎，欺師丁點嘅下場，我應該引以為戒。呢個嘢好難做㗎，我哋係靠導演嘅啫。第一次參演舞台劇啦，咁每次我發覺咧，原來排完之後翻到去呢把聲係變咗，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莎士比亞嘅一個作品啦。咁所以翻譯咗條廣東話之後咧，亦都有好多比較難，即係唔係我哋平時講嘅嘢嚟嘅。其實你哋一入到去第一幕第一場，到最尾第五幕嘅最尾嗰場，其實都係好精彩好睇，裏邊又有打仗啊，又有斬頭啊，加埋晒，淨係講台詞嘅都30幾40人個角色，莎士比亞嘅戲劇張力真係好大。希望大家中意。7月11至11號，李察3世文化中心見。